人生最高嘅境界係咩呢？第一就係品德嘅修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原來水嘅善等於希望你嘅行為呢係可以呢以佢為一個榜樣自己所行嘅小善能夠亦都幫到我自身，故此呢你嘅福分咪大咯。當你能夠理解到原來水嘅善等於希望你嘅行為呢係可以呢以佢為一個榜樣水係利萬物噶嘛，人都要飲水噶啦，陽光與水分，似乎動物鳥類除咗食物都要水分，所以水先係個生命嘅資源。所以人呢知道咗原來個水對我哋咁重要，而個水嘅行為係點樣呢？佢係最上善嘅。上善嘅意思即係話呢，佢可以將佢自己呢奔流入大海，與大海同存，不厭惡污濁嘅水，佢都可以將自己呢跟條渠道流入去，將濁嘅水呢將佢呢淡化，改善個質素。所以水呢品質係最高尚嘅。了解到上善若水，即係意思你去模仿水佢嗰種嘅本能，又利益眾生、利益社會、利益埋自己